最近中東局勢緊張，油價上升引發生活成本上升，大家有冇擔心自己辛辛苦苦賺到錢都唔夠生活？歡迎嚟到星呢人生，你嘅個人成長同學習嘅頻道，我係星呢導師 M， 仲有呢一隻可愛嘅和貓東東。我哋每一集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個人成長、心理學、溝通技巧、親密關係等嘅題目，又會傾下啲社會熱話，揾嚟一啲好書，嚟自唔同作者、學者嘅研究報告、文章咁，集各家之大成，為大家提煉出有實用價值、可以即時應用喺生活嘅學習資訊。呢個頻道嘅宗旨係透過分享知識、教學相長，一齊升呢，成就最好嘅自己 ，be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。中意呢啲內容，記得點讚、留言、subscribe、訂閱呢個 channel，share 俾你身邊最好嘅朋友仔，話唔定之後會有啲你哋估唔到嘅着數。如果你近幾年都有一種感覺，就係明明自己已經返工返得好辛苦，但錢好似永遠都唔夠快咁增長，人工加幅追唔上物價，儲錢速度又追唔上樓價，投資又驚高位入市，唔投資又驚啲錢越放越唔值錢。咁持續買進呢本書真係好值得香港人睇，因為佢唔係教你一二富，亦唔係叫你搏短炒，而係好老實咁同你講，普通人最有機會贏嘅方式，其實係持續買進。作者 Nick Maggiulli 本身做數據分析，所以呢本書有個好大優點，就係佢唔係靠勵志金句，而係盡量用數據同長期歷史去回答普通投資者最常見嘅焦慮。譬如第一個問題，到底應該先儲錢呢，定先投資呢？作者答案好清楚，其實兩樣都重要㗎。但當你係收入較低嘅階段，提升收入能力往往比極端節流更加有效。而當你開始有穩定現金流，就應該盡早投入市場，因為時間係最大武器。呢個觀點對香港人好重要，因為香港人成日好容易陷入一種矛盾，一方面覺得自己未儲夠，所以唔敢投資；另一方面又因為太遲開始，結果一直錯過複利。作者提醒我哋，真正拉開資產差距嘅，唔係你揀中幾多次神股，而係你肯唔肯長期、規律、持續地投入。所謂持續買進，其實背後講緊兩件事。第一，唔好試圖準確預測市場高低；第二，唔好因為短期波動而停手。好多散戶最大問題就係升市時先興奮入場，跌市時就驚到唔敢買，最後變成高買低賣。作者話，市場回調雖然痛，但對長線投資者嚟講，跌市其實唔一定係壞消息，因為你之後每次投入反而可以用較低價格買到資產。當然聽落容易，做落好難，尤其係香港人，大家平時已經壓力大，見到新聞成日講衰退、加息、地緣政治、股市大跌，自然會想縮。呢本書最實用嘅地方就係幫你重新定義安全感。好多人以為安全感就係戶口一大筆現金，乜都唔做。但其實如果通脹長期存在，你完全唔投資，風險未必比投資低。你只係用一種睇落好穩陣，實際上慢慢流失購買力嘅方式承受風險。作者亦講到，投資唔應該同身份綁得太緊。你唔需要成為金融高手，你都可以做一個長線投資者。好多時候，普通人投資失敗唔係因為唔夠聰明，而係因為太想證明自己聰明，成日追最新消息，研究短線入市位，想贏市場，結果反而輸俾情緒。相反，一個有紀律、識得定期買入、分散配置、唔亂屋倉位嘅人，通常更有機會跑贏大部分人。如果將呢套邏輯代入香港生活，你會發現其實好多人真正要解決嘅唔係我應唔應該投資 Tesla 定 Nvidia， 而係我有冇一套自己長期做得到嘅理財制度。例如，你有冇緊急預備金？你每個月有冇固定比例先取再花？你投資金額會唔會因為情緒起伏而大上大落？你係咪每次跌市都覺得世界末日？持續買進其實不斷提醒我哋，真正有效嘅財富累積方式通常都幾悶，唔刺激，唔
唔戲劇化，甚至唔會令你覺得自己好威。但就係因為夠悶，先代表可以持久。普通人最需要唔係一個令你2個月翻倍嘅方法，而係一個你5年、10年後回頭睇，會多謝自己早啲開始嘅系統。書入面仲有一個觀點，我覺得非常值得講，就係作者反覆強調收入、儲蓄率、投資時間3者都重要，但你最能控制嘅往往係你的行為。市場升跌你控制唔到，宏觀經濟你控制唔到，甚至公司明年加唔加人工你都控制唔到。但你可以控制你是否每月自動投入，是否避免情緒化操作，是否維持長線心態。香港好多打工仔最大嘅錯覺就係覺得等我過多啲先開始啦，等我生活穩定啲先開始啦，等個市明朗啲先開始啦。問題係所謂最完美時機通常唔會出現，你預等只會預遲。與其不停等，不如接受自己未必可以完美開始，但可以穩定開始。所以如果你問持續邁進最重要教咗我哋咩？我會話係一句好簡單，但對大部分人都極難做到嘅道理。財富唔係靠一次睇啱個市，而係靠長期留喺場內。你唔需要每次都贏，你只需要唔好因為恐懼而不停退出。如果你而家都對理財好焦慮，好驚自己錯過咗最好時機，我想你記住，真正最差嘅唔係你今日開始得太少，而係你一直都冇開始。由下一次出糧開始，試下設定一個你做得到嘅固定金額，自動化咁做，然後俾時間幫你工作。呢個先至係普通人最現實、最可持續嘅致富方式。